在台南市南区从事海产批发工课王木生董事长，虽然现在事业经营有成，但其实伊是出世伫咧贫困家庭，所以特别知影艰苦人的辛苦，秉持着回馈社会、关怀弱势精神。伫5当前便开始举办寒冬送暖社区友爱活动，宴请弱势朋友食买艺。因为我细汉的时有艰苦着，知影讲到年底要食一个买艺是较困难，所以我才来举办，有这弱势团体当享受一顿快乐的暗顿啊。这次甲王木生海产行合作的明代，也是安南区的新科议员蔡立青。而这也是蔡立青就职第一天就展开的爱心关怀活动。我们王木生董事长呢，他过去就每一年都有做岁末寒冬这个送暖的活动，这是第一届来搞完安南区，然后我也很荣幸可以来跟我们王董做这个配合，然后来邀请我们安南区有7里的低收入户来到我们现场来这个一起享用我们王董所提供的美味的海鲜料理。那另外也有准备物资的发放。那未来呢？王董计划这是初次来到安南区，未来他计划要继续扩大办理。今日嘛有邀请咱其他的爱心会来到现场，就是要讨论讲以后大家要安怎来做结合，让咱的这个活动爱心会当更大的力量来服务我们安南区的市民朋友。所以今天非常感谢王董把他的资源带到我们安南区来嘉惠我们的安南区市民。我嘛要感谢叶立青议员啦，因为足热心的。佮为咱这弱势团体佮出力，这点我足欣赏伊的。希望社会弱势团体大家来，佮有心的人士来当和阮共襄盛举安尼。蔡立青表示，非常感谢王董事长的善心付出，才会当促成这场有意义的活动。同时，嘛感谢社会局全力协助。互爱心物资会当送到有需要朋友手中，也呼吁社会上阁有真侪需要大家关怀帮助的弱势族群，希望大家拢会当来关心。未来伊也持续办理各项公益活动，互弱势家庭会当感受到更加侪爱甲关怀。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